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读做样，读样片音第二条。样就是用卡拉写去吸水的意思，咱讲是样水。若是过去农业社会，样屎壳仔内底排泄物一寡屎尿去遐肥，咱讲是样肥。另外，较汤嘛有人讲是样汤。即马油拢是要变的一罐一罐，较早是规定会较济，若是要较油，就人讲是样油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样水，意思就是较水；第二个词读做样肥，头前讲到意思就是压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有一句话讲初六样肥，意思就是为新正年初六起，就要清屎壳仔，准备要开始做田啊，就要压水压肥，迎接新的一年。希望新的一年赶快会当大丰收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样。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